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今来关心风台。中度风台小犬的暴风圈已经接触到台湾陆地。今仔日除了800机通航照常上班上课以外，其他的所在今仔日全拢停班停课。气象署是表示，过去3点钟，风台看起来是停伫原地踅壳啊。那风台的中心伫8点左右已经通过恒春半岛甲台东的南部。气象署是提醒讲，当地就会透14级以上的强阵风，乡亲爱细致。咱同齐来听气象署伫拄则8点40针对风台上新的说明。太平洋上第14号台风小犬，目前暴风圈正笼罩花莲以南地区、台中以南地区以及澎湖。今天台风正显著影响我们，提醒大家多留意。中度台风小犬，它在过去昨天晚上经过兰屿的时候，给我们兰屿气象站带来了破坏性而且是创纪录的强阵风，达到每秒95.2公尺的强阵风，是17级以上的强阵风。它在通过兰屿以后，就开始向西南的方向移动，甚至凌晨到现在都呈现滞留打转的现象。它目前的位置已经来到了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10公里的海面上。它的强度稍微减弱一些了，中心强度稍微减弱一些，但是整个7级风暴风半径还是250公里。我们目前预估它未来路径在上午的时候会从恒春半岛，甚至掠过南方的近海向西移动。在今天白天呢，随着台风中心逐渐向西移动的过程中，其实大部分地区依旧维持这样的强阵风，可是台南以南的地区还有马祖风力还会再增强，平均风会增强到6到7级，最大阵风会增强到9到10级，这是今天上午的现象。而中午以后，大部分地区的风力其实都是会持续的。好，当然。头拄听到是气象署上新的说明，继续来关心现场的情形。这是受小犬风台影响，高雄伫今仔日停班停课。虽然即马是无啥雨，也毋过风是真透，嘛有树仔互风扇倒去，而且造成上千户停电。美岛区风力甚至是达到12级。咱即马就要连线互人伫高雄台记的台记台记者钟依辉，请依辉甲咱讲高雄的情形。依辉。是主播记者目前是伫高雄美岛沿海遮，受到中台小犬的影响，全台是进入警戒。会当看到我后壁的看台拢要互风吹倒去，可见风台风力是非常的强。伫美岛沿海的风力嘛有高达12级，海涌嘛有2米高。伫高雄市今仔日初5是停班停课的情形，若是风雨带来灾情，昨暝高雄暗时到今仔日透早，其实是无啥物雨，主要是受到强风影响，有一寡路树、路顶机车嘛拢互风吹倒，阁有一寡停电状况。原本高雄市昨暝停电数高达7000外户，经过抢修了后，到今仔日透早7点，根据台电统计，高雄即马剩400外户停电尔。根据今仔日上新中央气象署的显示，中台小犬目前伫台湾南边附近，风台目当咧伫南台湾通过了后，风台就要进入台湾海峡的南部，继续往西前进。伫今仔日应该爱风强风甲大雨。以上是记者钟依辉伫高雄的连续报道。感谢依辉，咱继续关心小犬风台扫来台湾，东部是头一个受影响的所在。花莲台东透风落雨，台铁的南迴线、东部干线今日拢停驶。台北线中环公路已经有警性的封路，部分山区的民众嘛有进行有警性的停止。风台的中心已经登陆，也那台南早暗是透强风，嘛有扇倒路树，而且阁有楼仔厝的态度落下落来。港府人员列车倒去路树，台南市南门路初一暗时发生路树倒去，小犬风台要来入暝了后，风雨豆豆增强，陆续传出路树倒去的灾情。因为风势正大，就算无落雨，富前路二段甲台地街口太路线一直落来，亲像落雨同款。是从下午风很大的那时候，差不多2点多吧，就开始慢慢在掉2次。啊，刚才是掉5点的时候掉一次最大颗，就在那边，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觉得会不会很危险？当然很危险。警方有封锁线，佮用淡薄固定，因为车路有一半拢是大大细细土石甲泰路，边都是当地有名的老旧鬼楼。那风台一来，到外边泰路落落去，民众发现了，赶紧通知警方来处理。大影愈来愈悬，台东海滨公园、烟花拢有大风影，绿岛南势也明显感受风雨。
这是振兴类型的阵风，那雨也是一样。上受影响的东部大体为测试中度过后陆续停驶，南回线甲东部干线公路局也宣布，台北线中环公路关园到太鲁公路段，测试暗时8点开始只出不进，暗时10点开始全面有警性封路。离岛南市暗时已经出现大风大雨，甚至部分建筑物停电。当地观测站测到平均风速16级，瞬间上大阵风17级以上，打破台湾有史以来上强阵风纪录。全台有超过4万户捌停电，大部分已经恢复，不过也有7000多户也无电。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来啊，宜兰苏花界往北的路段，苏本坑北边有2台游览车出车祸，19个人受伤。另外，伫花莲的吉安乡有一间饭店的巴士那亲像雨来天伤骨，家己去弄到路顶，驾驶是重伤，赶紧送病院。啊，那车顶加载是无人客。刚是去外面受到头前游览车出崩坑的减速，不过后边车好亲像袂负担当啊，用要无减速直接弄落去。代志常常发生，车顶的乘客也拢惊一条。怕有人会脑震荡，我这个是紧急刹车下，砰一下，车牌就突然间怎么就往前冲了，感觉很。游览车玻璃拢碎碎去，车顶物件落到柜头卡。代志发生伫测试下晡3点左右，宜兰苏花界上北苏豪崩坑接近北出口路段发生游览车对撞事故，2台车拢是为桃园来无共款的团体到花莲旅游，所伫会场中发生对撞意外。因为有人受伤，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现场的这个调查的动作，可能我们预估应该要到5点以后。19人轻伤了送到那个苏澳荣民医院、跟博爱医院还有圣蒙医院宜兰县消防局表示，19个受伤的人分别送去苏澳罗东的病院，因风也出动大量伤患机制，事故原因警方还佫调查。另外，伫花莲吉安一间观光饭店的小巴士，测试下晡3点左右，去花莲车站送去了后回程，所发现家己弄路顶的意外，佫影响边的槟榔搭。客车先撞到那个杆子，对，然后就直接撞到我们的店。他们那名店员是插座商，有自行送医。那该名游览车的驾驶在半个小时后协助脱困，然后送往医院治疗。消防人员用破坏器材，才将腿骨头进去的驾驶送去。另外，是不是因为落雨路过，地数意外，警方还佫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中度风台小犬的中心伫8点左右已经伫恒春登陆，暴风圈的范围是包括花莲、台东、甲台中以南，也有澎湖。风台嘛为咱台湾带来真高的雨水，咱同齐来关心温度。气象署是表示，东部、屏东雨水会真高，而且雨量真大。对昨昏到今嘛，恒春也有屏东累积雨量是已经达到230毫米。那台北的阳明山山区累积雨量嘛已经超过400毫米。今仔日全台湾大部分的所在拢受风台暴风圈的影响。那伫地势较低的所在是爱有风饮水。今仔日除了800基甲桃园以外，其他的所在是全拢停班停课。中风的部分，红头树、绿岛、东南部沿海拢有机会会出现14级以上的强阵风。若基隆北海岸、桃园以南沿海较快的所在，嘛有9级至12级的强阵风，乡亲拢爱小心。其他消息，咱来关心石油署有公布上新稽查猪肉产地标示的结果，结果是掠到桃园有2间业者进口美国猪肉，不过说甲技术讲是加拿大也是英国进口的，全拢是卖互火锅店较济。桃园市的卫生局即马有查到卖15万公斤，针对标示无老实的部分，上当会当甲罚400万，嘛会移送法办。天气豆豆凉，不少人爱食火锅。不过，小数甲地方卫生局稽查发现，新兴冷冻食品甲瑞田国际公司这2间业者火锅肉片有用美国猪肉，不过产地标示所无出现美国，涉嫌标示无实在。这2家公司出货包装的食品均涉及原产地标示不实，那卫生局已责令业者改正违规食品原产地标示，才可以贩售。
桃市卫生局表示，水田公司进口美国冷冻猪梅花肉47000公斤做猪肉片定做肉，加猪肉梅花卷，外包装原产地分别是加拿大甲英国。新兴冷冻食品买美国冷冻猪前腿肉94000公斤，做猪火锅肉片定做肉，或者是加拿大猪前腿肉参做会做猪火锅肉片定做肉，产地拢指标是加拿大违反是案法，会罚4万到400万。我们都有下架回收啊，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有跟卫生局报备的啊。卫生局呼吁食品业者，产品外包装应该实在标示猪肉原料原产地，若查到假冒产地标示，会移送地检署侦办。同时针对库存的肉片检验，是不是有3百斤莱克多巴胺，这2天都会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也若进前中秋连假上尾天，高铁的台中站排自由座的旅客是排甲老长，要排1、2点钟才坐到车。为着要避免4天刷落来双十连假佫发生同款的问题，高铁伫昨昏有公布3个人上座时段，建议旅客会当闪开这3个时段。另外嘛讲会加开190班列车来营运。10月初1中秋连假休假迄天，伫台中高铁的车站，要排自由座的人是一路对2楼车站的大厅，一直排到1楼的站外。所来，佫是4天的双十连假，为着避免这种状况，高铁会加开190班车，嘛规划管制措施。针对自由座的旅客，我们会根据他的目的地进行分流，让他选择搭乘直达车或非直达车，管控自由座旅客进站的状况。高铁嘛公布讲，双十连假期间3个上客的时段，往南是初6下晡5点到暗时8点，初7早起的8点到11点，往北是初10下晡1点到暗时8点。会有计划要坐自由座的民众，尽量莫这个时段来坐。另外，公告对合作热销的车次，往南主要伫个初6中昼开始到初7暗时，含初10的中昼到暗时；往北是伫个初6下班了后，初9下晡到暗时，含初10几工。建议加坐加开换车。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对号座，因为确保有位置。廉价都是这样啦，对啊，难免的啦。我在想，返乡的人都有心理准备啦。双十不一定会返乡啊，所以双十可能，我觉得长距离的可能就没有那么需求那么大。交通部长王国材嘛承认讲，中秋连假的时阵，高铁自由座的分配确实是出现问题。在检讨了后，这摆会做一寡调整，但是嘛预估双十连假自由座的运量一天会到30万。自由座的人数在各站的分配会做一些这个管理。那第二个是他们会加开全车自由座的这种车辆。为了帮助疏运，台铁局嘛宣布讲，10月初9、初10会加开自强号4列次，区间快车和复兴号12列次，以专车自由座的方式来服务旅客，希望让民众都会当顺利休假。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外资的热钱昨昏空袭台北股市甲汇市，演出国家队大战热钱的戏出。台北股市虽望有8大公股行库有落钱入去稳定盘势，也毋过收盘时嘛是跌108点。汇市的部分是大逆转，台票资本是落超过1角，不过尾也有升0.3分，收伫32.325换1块美金。来关心自由时报。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表示，除非第4季严重不如预期，若无咱今年 GDP 经济成长率保一应该是无问题。但是搁较乐观来看嘛，无排除会当超过1.5%。另外，针对咱货币政策，杨金龙是表示，主要是爱看通货膨胀如何，第二则是去看经济成长率。也若明年敢会降利息，爱由经济数字来决定。继续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实现大的政绩，行政院伫今仔日会通过主体法危老建筑的条例修正法案，来补政策的空隙。为着要鼓励公益出租人甲厝税负弱势，主体法的修法定出公益出租人的所得契约袂当摕来做地价税，也有综合所得税、房屋税差税依据。而且还放量公益出租人认定的范围，除了自然人、非政府组织的社福团体，嘛会算在内。来关心外国媒体，即马有报讲，咱台湾那亲像是有4间厂商去替中国的华为伫中国去争原厂。
咱的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这厂商拢是去做废水，也有环保相关的业务，甲一般关键的技术是无共款的。国家安全局嘛讲，这是间公司并无牵涉技术的机密。We're confident in the export controls that we have in place that they will be helpful in terms of protecting the supply chain for semiconductor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白宫对晶片出口管制信心版本根据彭博报道，台湾4间厂商做点名技术为华为建立晶圆厂，市场烦恼未来恐惊和美国列入黑名单，对业务拓展不利。这4间大厂是汉唐、台积电重要协力厂，协助台积电起美厂业者回应无违反出口管制规定。阿翔长期甲联合合作承接厂务工程，暂时无回应这事件。中国是设备材料通路商丁清州协助环保工程，是可风城主打。厂部共用系统整合，这些的厂商的我们初步的了解哈，那目前他们都是在做建厂工程比较低阶的这种废水啦或者环保的工程等等，跟我们界定的这个关键技术是不太一样。主要从事的是涉及到科技厂商的厂房的新建，没错，特别是涉及到无尘室、环保以及机电工程，所以没有涉及到科技管制出口的项目。这4间大厂虽然去中国投资，不过拢有经济部审查通过，也甲美国晶片禁令无直接关系。不过外媒煞大动作点名，这也互这4间厂商测试估计全部入册，尤其息口风险落相当，拨11.59块。专家认为，未来台湾中小企业会面临美中市场之选择，大企业若要美中市场拢食，爱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如果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让他不得不选边站，进而影响到他的营收，当然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出口，也包含了我们的整体的 GDP。所以这个我相信都不是大家乐见的结果。专家预测，美中科技战会继续滚价，过去针对半导体产业，一步可能锁定分段服务加人工智慧，到时阵台湾的 GDP 恐惊会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继续派无人机来侵扰台海，咱国防部是头届有去记录到攻击型的无人机出现伫东山岛附近。这款攻击型的无人机上大的特色是会当装12粒飞弹。中国军机持续扰乱台湾，国防部测试公布侦查到29架中国军机，其中有16架下过海峡中线。还有5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的活动，其中1架攻击2型无人机是头一届防公布出现伫台湾防空识别区内底。翼龙系列无人机不断成长，家族日益庞大，在战场上共发射数千枚实弹，命中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这架攻击2型无人机是由成都飞龙机工业集团研发的翼龙2无人机军用版。伊当阵中国讲因研制出中国版的美国死神 MQ9， 一只会当做侦察甲打击、长时间高空监视无人机。除了连续飞行的时间会当到32点钟，上大的特色是会当挂12粒飞弹。学者分析，虽然这架翼龙2敢若出现伫东沙岛东北边的空域，不过未来无排除长时间会伫台海附近拍酷射的侦察。那像这一次，我们就会看到，如果说这个 BZK 它是在在这个台湾海峡的相对的上方的话，那它今天的一个翼龙2型是在东沙岛这一块的话，那有可能这一次他们演练是希望做到海空联合封锁台湾海峡，这一点是我们未来可能还可以去观察的方向。中国最近真正利用无人机增加咱国空军偌载的负担。因若有想要出来参选总统的美国前副总统朴斯，伫乔治城大学的论坛表示，中国构成真大的威胁，美国应该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We will stand with a free and democratic Taiwan and sell Taipei the weapons it needs to defend themselves. 朴斯顶个月伫智库演说的时阵，佮讲中国可能会变做恶一个帝国。应该全力扩大对台湾军售，来阻挡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镜头来印尼，印尼苏门答腊南部发生火烧山，已经烧过外月。乌烟害一寡学校拢爱停课，民众若是有出门嘛，拢爱挂喙罨，甚至阁去影响到隔壁的马来西亚甲新加坡。也毋过，印尼的政府即卖是坚持讲，马来西亚甲新加坡的空气污染和因无关系。
这是印尼的南苏门答腊省民众伫暗暝想要用家己的泉水装置来控制个拍花满山的火，暗过小小的泉水机，面对这么大的火，根本是无法度。就算等到消防队到现场，用水龙小拍控制火势，暗过依然真力。Pertama angin yang cukup kencang jadi cepat merambat dan juga ketersediaan air. Ini teman-teman Satgas ketika bahan air sudah habis ini dalam hal pengambilan air itu cukup jauh. 因为火花比以前延长，印尼各地发生野火风险增加真济。前年来困扰周边各国的危害，到即马无解决现象。当地时间7日，卫生单位测量的 PM2.5 指数高达154，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标准11倍外。Hari ini sudah makin parah kayaknya nih Pak. Soalnya udah di pernapasan udah terasa sekali udah sakit ini tenggorokan, dada juga udah mulai terasa sesak. 卫生单位除了伫交通较无影路口发催暗，要求骑机车人以外部分学校也被逼停课3天，要求学生留伫厝内用视讯方式上课。家长也尽量莫出外。这也会引起的危害不止互印尼国内伤脑筋，也佫历史甲邻国的经济。马来西亚指控印尼互野火拖开，互因的空气品质对立恶化。按过印尼政府否认这指控，公司新闻持家人朋友。印度警方伫当地初三雄雄去敲一间网络新闻公司的办公室，也佫有员工的徛家，甚至佫甲人带转去警察局问话。这间网络新闻公司捌互外国媒体讲是支持配合中国对外宣传的工具。印度的警方伫8月份的时，嘛有针对这间公司立案调查，也毋过即马嘛引起外界质疑，讲安尼施做是在打压媒体、打压言论自由。警车载新闻记者相关人士陆续到拘留所，代表记者的律师徛伫门口口，互冻掉的无法度入去。कोई हमें वजह अभी तक नहीं बताई गई, न ही हमें ये बताया गया कि किन धाराओं में, किन एफआईआर में, किन किन ऑफेंस में इनको यहाँ पे लाया गया है। इस तरह की कोई जानकारी न तो उनके परिवार वालों को और न ही हमको दी गई। 印度警方伫当地初三共同动员搜索网络新闻 NewsClick 的办公室，甲内部真侪做新闻人的徛家，甲相关电脑资料带走，佮没收手机啊。其中有几个人佮互带转去问话。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纽约时报》捌伫8月调查报道表示，这个新闻网站是美国一个好野人申汉支持协助中国对外宣传布局计划的工具。申汉佮经援南非的政党甲巴西新闻媒体替中国来宣传。而印度当局早伫2021年就对这间公司提起诉讼，指控新闻网站接受外国资金，过去3档捌为包括中国等等可疑的管道甲名，摕到3亿8千万的卢比，差不多代表1亿4200万的资金。而且伫今年8月，针对这间公司照反恐怖主义的非法活动防治法立案调查。根据了解 ，NewsClick 是2009年成立的独立新闻媒体，而且增加批评印度总理莫迪，所以这个搜索没受到外界批评，讲是对新闻甲言论自由的恐吓甲镇压。They just took his laptop and his cell phone and went away. Why? What is the charges? What are they investigating? Nobody knows. If this is an attempt to try and muzzle the media.And the press, etc. That the media has faced this early. 维权人士甲反对派议员表示，为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台了后，印度的新闻自由度就一直咧收缩，媒体自由度为全球排名第140名降到第161名。当然，无国界记者组织嘛提出警告，表示印度的新闻自由暂时已经出现危机。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意大利的警方伫罗马有抓到33个中人，内底有7个中国人，因是协助卖毒的集团卖毒甲洗钱，金额是将近新台币17亿。警方表示，意大利卖毒的集团最近是正在透过中国非法的管道，甲钱洗去国外。继续关心。即马美国共和党有人是建议讲，麦卡锡被罢免了后，建议会当互前美国总统川普来做众议院的新议长。不过根据法律的规定，除非众议院替伊修改规定，若无当地面对10项重罪甲91项指控的川普，并无资格来坐这个位。针对这个建议，川普伊本人并无拒绝，不过伊讲伊即马敢若想要专心甲白宫摕倒转来。今
继续来关心澳洲有两大超市，因的员工即马在抗议讲薪水伤低，工作环境无安全，已经几若摆甲资方协商，也毋过拢无结果，所以因决定讲伫10月初7要展开头一届全国超市的大罢工。工会表示，这届罢工按算有1000个员工会参加，范围包括首都，也有其他6个州。风台来啊，台南今仔日是全拢停班停课，也若伫台南7股的龙山宫是当地造招，嘛安尼互风台扫甲规个倒去。另外，台南的青皮碰柑即马咧要采收啊，果子农是烦恼，风台会甲因的心血拢扫甲乌有去。原本建造单大家真气派，毋过顶悬的大仙翁仔竟然互风渗倒去，甚至主会秀的单嘛互风吹甲东倒西歪，规个害了了。这个龙山宫让47档总算阁要做招，估计开上千班，煞拄着风台来扰乱。建设主委指出，前几天已经有请工人先来拆1/3，每户规个拆落来就规个倒去啊。标方讲因会赶紧修缮恢复，要甲建造圆满完成。我知讲风险多足悬，所以2-3工就一直吹。然后讲伊加强啊，没问题。透早起来7点，我是要敲电话，我讲风台也未来，风加头，上头有一点移位了，我就知影是大事不妙。风台上头，你无拆开吼，足危险啦。同款的受到风台影响的，也有农产品，大粒青景叶的青皮碰柑，伫咧树仔顶头，等要采收。台南东山区的碰柑当进入产季，各农因拢心惊惊。透早赶紧去行，用特价固定果树，就惊风上头，水果拢落来。要采收期啊，少摇的就落甲几涂啊。然后这山坡地无法度人用的防风网，交咱平地，你种一寡瓜类的啦、菜类的，无共。个风台要来，咱嘛无法度啊。咱这看天食青的。青皮碰柑年初因为可花着落果啊，即摆风台搁要入来，农民估计今年产量会减1-2成。但即摆估计暗时有一寡雨水，上大阵风嘛有可能达到8到9，所以嘛已经宣布4号暗时6点开始停班停课。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屏东民用工厂大火造成4个消防人员过往。伫昨昏，消防队员10车队有登去到因服务的消防分队，代表因的任务结束啊。半途中半路嘛有真侪民众自发性向这消防队员致敬。这场火灾伤势较严重的16个人，即马加在拢已经离开加护病房。也若民用工厂内底囤遮尔侪化学物品，目前敢若会当用工业辅导法来罚，防治机讲安尼罚了伤轻，所以经济部即马嘛拍算要修法，要提悬罚金。警车开道，消防水箱车驶伫头前，带领车队是屏东县消防局第1大队编制分队。民众嘛自发性行礼致意，4个伫咧民用大火不幸殉职的消防员，20个过程倒去甲分队，是最后一年，上场任务结束，车道会伫咧屏东体育馆举行公祭甲追思会。编制分队其他的消防队员，由馆长周春美带领向车队致意，欠卡手的部分已经补交，心理辅导嘛有长时间。现在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那心情上面或者是勤业务上面，那我想守护市民或县民的安全的话，还是我们的天职所在。那我会尽力的协助所有的同仁恢复到工作的正轨。那平2分队是我们这4位消防队员他们原来的工作的场域，他们也是背负着平2分队的荣誉。这届嘛造成113个人轻重伤，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伫人面册讲，受伤较严重的16个人已经出加护病房，感谢高雄甲屏东各间病院的拍拼。若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症状的人，嘛已经介入辅导。迄天暗时洪指派做现场医疗指挥官的医生伊嘛讲，这是屏东20多年来上较严重的公安事件。高屏地区紧急医疗网这届嘛斗3天袂少。借由紧急医疗网的一个调度安排，那高雄的医学中心、长庚、荣总、高医、医大等等的，对屏东的需要也都是二话不说。这场火灾嘛，就显出民用的问题。劳动部去民用6间工厂做路检，认定违反职安卫生法，甲罚68万的罚款。工厂内底危险物品超量的代志，经济部表示会当以工业辅导法连续甲裁罚，不过罚款的金额敢若1万至5万。叫外界自己罚伤轻，互中央按算修法。功夫法也是有法者，也确实可以把
政府有的资源跟民间来互相勾稽，所以我们现在政府之间正在做跨部会的讨论。交际部长王美花讲，政府研究修法，提高功夫法的法则，也有加强后续的管理。若有厂商认定化学物品可能比率是商业机密，麦当纳入讨论的细节。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民用工厂大火造成6个员工甲4个消防人员死亡，嘛因为咧要选举啊，所以劳工团体是透过这个事故提出7大劳动诉求，呼吁各党要参选总统的参选人拢爱回应。另外，消防团体初9的时打算要去开刀过暝，因为因想要争取做工会。验过内政部长林佑昌是强调讲，消防人员是公务员，已经有国家法律的保障，无适合做工会。验过伊嘛讲，政府会研究放宽消防人员的给社权的规定。政客真到位，政客真到位，工人到位来。外口当咧落雨，劳工团体伫2024次总统大选愈来愈近的时阵，做伙行去开刀，提出解决加薪、保障退休生活、甲降低工会条件等等7大劳动诉求，呼吁4个总统参选人具体回应，提出对策。明年基本工资月薪资虽然会调到27470元，但距离蔡英文总统梦想年轻人的起薪3万元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我们要求最近现在要来参选总统的这些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做一个承诺，也就是将来我们的提拨最少要提拨到12%。在一个屏东民用工厂的大火，造成6个劳工甲4个消防员死亡。劳团认为这个事件，佫一个显示台湾劳工的弱势。消防员团体初9下规暝踮伫开刀，表达组工会等等3大诉求。不过，内政部长林佑昌强调讲，消防人员是公务人员，已经有国家完整法律制度的保障。马讲目前已经建议放宽消防员给社权的规定。消防员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跟一般的劳工是完全不同。我们非常重视消防员的结社权，也希望能够放宽这个结社的相关的一个规定，降低门槛这一部分也进行跨院的一个讨论目前也有初步的一个共识。基层组织的期待是有完整劳动3权的工会，与其说扩大结社权，我们更在意的是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协商权。行政院的层级做一个跨部会的会议，这样的话彼此之间的交流也会比较有效率。消防署初时下晡，嘛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等等的团体做意见的交流。因那消权会认为讲，目前主要的诉求拢还未解决，嘛讲应该爱由行政院的层级来进行沟通，若无得到正面的回应，会持续来抗争。记者综合报道。反对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要扩建，政府爱征收人民的土地。自救会成员昨昏时去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抗议，要求爱撤回扩建案。针对这个代志，管理局是回应讲，因会整合大家意见来调整扩建的范围，希望会当达到双赢的局面。反对土地掠夺！反对土地掠夺！风台天桃园龙潭地区民众来到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头前举布条抗议，反对科学园区第3期扩建计划，打算要征收因的土地。政府凭什么抢我的房子给财团？财团没有这个芝麻地，他活得下去。我没有这块房子，我活不下去。就要破迁3800个人，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半导体产业，我们未来要发展，我们需要土地，就这么一句话。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按算要扩大征收158公顷的土地，其中有88%是私人土地。总共会影响160外户，我3000人。当地人目组自救会要来自救，用我的行动来拜托国科会的长官们、竹科管理局的长官们，你们能够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科学园区管理局派代表出面接受陈情书的时，自救会成员向阳当面向官员跪落来陈情。对于整个扩建的这种范围，管理局现在也在筹划，怎么样能够缩小范围，在不影响整个高科技产业这方面的一个布局，以及兼顾我们民众他们居住生活这方面的权利，能够获得到双赢的这种局面。针对自救会的诉求，
管理局表示，在事业计划引进进程，会继续办理公听会，收集大家的声音，整合意见，希望在兼顾生命发展参民众权益中间，达到双赢的局面。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也嘛，行政院伫8月中的时有通过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的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要审议。民间团体是认为讲，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无够，地区交通安全改善拢无啥效果。交通部长王国材昨昏有亲身去参加公听会，伊是表示，新的法律若是通过，未来就由行政院长来主持交通安全汇报，安尼就当加强中央甲地方政府的合作。若目前这个草案，立委嘛已经有共识，希望伫这个会期会当通过。台湾交通环境长期受批评，8月份民间团体游行诉求重视交通安全。共一个月，行政院也通过《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草案，送立法院审议。拜三的是立委召开公听会，交通部长王国材亲身出席，强调未来道路交通安全汇报会为交通部主持，提升到行政院长主持。我们明年1月1号全部都要公布了，就是纲要计划，还有包括各部会的推动计划，明年的第一次行政院长所主持的大会汇报要做报告，各个也要报告你执行计划，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专家学者给予辅导。王国材讲，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会甲道路安全、教育、保险、研究之外交通相关议题整合，为国人民改善道路安全。目前也当咧参与立委沟通，有达成共识，望伫这个会期通过。民间团体肯定政府推出草案，但是也指出，目前交通安全上大的问题是政府下部会的合作不够，望伫这摆新法会当改善。人行道的部分就被推说啊，这是营建署的责任，然后就变成说，好像交通部跟营建署之间的过去好像都没有。就好像各做各的，应该中央甲地方会当有一个可能是办公室，也是讲一个任务编组的部分，那个道路规划的物件会当中央甲地方来做一个处理。在场立委也指出，现主时无论是中央各部会，也是中央参地方政府，拢有整合不够的问题。王国材讲，目前有7成左右的旧道路有问题，包括无人行道互过路人行，也是路口设计无够完善等等。伫新法都会明确提出规范来改善，中央也会加强甲地方的沟通。记者讲郑准由台北报道。国来关心文化，这是南投德山有一间做100多年的拍铁店，目前已经传到第5代。伊是坚持用传统的技术来保存工艺，也毋过这间拍铁店厝顶会漏水，所以文资人员和公所的人员有去会勘，嘛讲会斗3工。南投德山有一间100年的拍铁店，到大拢坚持传统的人工，毋捌用机器挖刀。不过，这间老店面年久月深，厝顶不时就会漏水，影响师傅拍铁。文化部的人员特别来到现场会勘，希望透过计划申请经费协助。这个非常具有价值的这个100年的老店它真的保存了很多传统的这个打铁工艺包括它的屋顶的漏水啦，或者是它在那个产业跟沉船这边这个部分的那个工作，其实文化部都可以来大力协助。这间100年的拍铁店，唔若生产传统的农具，老师傅嘛会晓拍艺术品装塔，有残影，更有枪，功夫有路技巧，使人佩服。第三顶公所嘛打算未来要办体验活动，把拍铁的文化推广出去。那我们看到来花铁店，它保存了传统工艺的打铁的精神，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研习计划让这个喜欢体验的人都能够有的体验的机会。看有什么课程，然后来给那个游客的参加那个，可以体验到打铁趁热，还有削铁如泥这种。科技进步，传统的拍铁技术是愈来愈罕你看。这间拍铁店传到第4代。即卖头家已经拍50多档，要一家子，毋若传承珍贵的文化资产，嘛甲坚持奋斗论命的精神，代代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南投，这是南投的毛路溪社区大学民间分校，因是举办成果发表会，互学生伫草坡大家是当坐哪听音乐哪啉茶。特别我们在这个草地上、星空下来进行这样一个茶壶之夜，特别有意义。现场有美妙的音乐声，阁会使啉到专音泡的茶。这是南投县民间乡毛路溪社区大学的学员当咧举办盛大的新歌典，
邀请民众斗阵见证因的学习成果。选择在户外进行成果发表。这次的发表有3个班队，就是二胡的基础班，还有二胡的进阶班跟茶语茶文化，这3个班各有特色。毛罗溪社区大学课程真多元，阁有专业的老师，这学员伫这学到第2专长，也丰富因的退休生活。学这个让我的心灵会比较沉淀一下，它是一个又偏向古典，又可以用现代音乐去表现，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乐器。茶语茶文化班呢，成立已经超过10年了。我觉得我们这班很好，我们除了说学习茶的基本泡茶知识，那也了解茶的历史文化背景。民间乡算是很大的一个产茶区，那也希望呢，借由喝茶的机会，让更多人了解，茶可以这么样的品尝。毛罗溪社区大学用心设计课程，引带民众做伙终身学习，做伙活到老学到老。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看世界，咱镜头来澳洲。澳洲的北领地东北部，即卖是有一间原住民起的时代安养院，伊是模仿原住民的文化，起传统建筑，而且按照原住民的文化来过日。安养院充满家庭的气氛，大家就亲像一家伙仔共款，而且各种族群的人拢会使入去住。两位住伫咧遮的时代人，伫咧抗地亚自由化，边仔有一寡人是坐伫咧轮椅，大家做伙开讲。伫咧澳洲北领地东北部阿纳姆地纽拜兰的安养院，是当地第一间由原住民永古族人所起的时代人安养设施。本来是要照顾这些离开故乡去病接受治疗的原住民时代人，不过即马不管你是毋是原住民，拢会让来遮住。We're trying to make it like home. This is their home, as homely as possible in community. Fires, they have their pets.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do here. Memang magmiti, orang kumang mama, orang kalinya life tu, tulang orang kaninan, memang magmiti. Jangan makurangan apa ngulok apa. Minggu kadira muka baranda malawang mana pemiyul muka baranda. Wek cek jangan apa ngulok. 这间安养院是当地永古族人用20年的时间起来，以当地语言来号名，意思是小天堂。内面的设计管理拢由永古族人处理，而且尊重原民文化，设置对岛先人的商业空间，让当地原住民会让伫咧遮甲过身的亲人告别。They miss the family. They die over there. And the family over here in Isanam land, they're worried. Why? Why did they got taken away? 当地内老大人会按照原住民族文化过着传统的生活，而且提供更适当的医疗服务，让原民族群以后伫咧老年的生活，免阁因为医疗设施的关系去外地看医生，甚至伫咧外地往生，会当伫家己的故乡过人生最后一段。公司新闻但时同编辑。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中度风台小犬的中心是已经伫恒春登陆，暴风圈的范围即马是包括花莲、台东、甲台中以南，也有澎湖。气象署嘛有提醒讲，北部甲东部雨水会增高，若西部顶多是爱细日透强风。接落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有30度。外岛22度至32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